今仔日7月初1开始有新制度，像台北市、新北市甲桃园市都共同来推行 U-Bike 美笑单车违规记点的制度，防记累积到7点者停权1年。若是啉酒，或者是食毒了后来骑美笑单车，是停权2年。上爱注意的是，若是骑伫个顶仔骹，马上列为违规的项目。 日常生活中有袂少人拢会骑公用的脚踏车，不过7月新制就要注意，因为就连 U-Bike 就要开始违规记点的制度。最近脚踏车的死伤事故是愈来愈多，双北甲桃园就决定要实施 U-Bike 的记点制，包括冲红灯骑小对向，载人无礼让过路人，那骑那用手机啊，伫咧顶仔骹骑，拢会防记1点。一年以来，防记3点就停权14天，7点就停权1年。若是食毒、食烧酒骑车，就是停权2年。我们交通助理人员那我们会针对民众反映的一些热区。 优先派员去做那边的稽查的一个作业。民众主要是透过照相或者是摄影的部分，他只要民众有一些违规的状况，我们可以透过时间、地点，还有上面的车辆编号，然后抽我们查询当下的交易资料的话，我们会进行会员的一个记点。脚踏车的头前后壁拢有车牌啊，会当找车主来举报。不过，惯势骑 U-Bike 的民众表示，违规都自己要负责，可以先实施看看，再看大家的反应。最重要的是。 行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们走在脚踏车道上面吧？你没有一个完善的制度去规划，然后莫名其妙就要罚别人，对，就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因为我们发生过多起就是住户他从大楼出来以后就被自行车撞，如果因为道路限地环境的问题没办法使用的话，在7楼的部分应该用牵行的方式。 交通局强调，脚踏车就要骑伫咧大马路、专用道，也是人车共道的通行道。上主要是要加深过路人优先的观念。若是对记点有疑虑，会当申诉。效果安怎？敢若会当等政策上路了后，再来做调整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